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顺势连任了后，这几天拢伫咧无闲国政。今日总统伫咧总统府发表回笼谈话，公布反渗透法已经正式施行，嘛是大选了后总统头一届对外来回应相关的议题，带大家做伙来关心。选举已经结束了，最重要的事情，对政府来说就是维持政局的稳定。所以我们在选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呢，就完成了内阁总辞的程序。我也请苏院长继续担任行政院长。政府没有空窗期，那政局就会稳定。所以政府在选后一切都持续运作如常。那么现在立法院正在召开临时会，审查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这是本届立委的最后一项任务，我要感谢朝野立委共同的努力，执政团队一定会不负所托，积极回应人民的期待。那么今天呢，我已经签署了反渗透法，而且公告这部法律在选举期间有一些讨论，那我也多次的重申，反渗透法不是反交流，而且违法的构成要件是非常的严谨。只要不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委托或者资助，违法提供政治现金，违法从事竞选活动，违法进行游说，破坏集会游行跟妨碍选举，都属于正常交流，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民众如果还有疑虑，我已经要求行政院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请行政院相关部会持续的宣导，避免民众因为不了解本法的内容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并应及时澄清外界理解错误的地方。第二呢，我也请行政院责成相关的部会组成专案小组，将违法或不违法的行为态样公告周知，使民众易于分辨、了解，并持续的滚动检视。那么第三呢，我会请海基会设置咨询服务窗口，提供民众相关的资讯，并且汇整意见提交给陆委会，在专案小组讨论处理。那么以上呢是对我们选后的政情的一个简单的报告，谢谢。谢谢。那我们现在媒体提问，好，3例。总统想请教一下就是有关于现在大家很关心说你是不是要提前的这个回任党主席，因为这样有些舆论认为是说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会独大？这个主席是现任的党主席他的任期还在进行当中，而且在这次的选战，他的贡献很多，非常的卓著没有理由提前结束他的任期。好，东升。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您的对手这个韩国瑜市长他虽然回到了高雄市长，不过他下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所谓的罢免。不过现在有一些声音是希望说，总统您这边是不是来呼吁说，希望民众能够冷静，不要来进行这个罢免？那总统您怎么看？这个罢免这次的罢免是民间团体所发起的那选举跟罢免都是宪法上所赋予的权利所以我们尊重高雄市民的决定。不过呢罢韩的这个行动是不是会引起市民的这个回响其实我想主要的还是看韩市长自己的表现跟他的态度吧。好，最后一位 TVBS。总统刚刚延续那个罢免的议题，因为这次选举完之后，的确有造成一些世代上面的对立，像是韩粉爸妈跟小朋友之间。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总统昨天有跟李前总统见面，那有没有聊些什么？那有跟他报告这次胜选的部分吗？其实这个整个选举的过程，李前总统应该都很清楚了昨天主要的就是探视他，那他的身体状况健康看起来都不错那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昨天去祝他生日快乐。好，谢谢。因为时间因素，好，我们的记者会就到这里。好，我们谢谢大家。谢谢。他准你们问吗？不是，因为我们时间上。我们那个时候就照党章来处理吧。好，谢谢，谢谢大家。案件会有新的处理方法吗？陈同佳案件，还有这个烂民法会不会修改，接受香港的这个示威者过来？我们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香港的市民要来台湾，我们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法律啊，来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嘛，哈。那所以我们也会对有些香港的市民啊，他们有政治上的必要的话，我们也会按照法律来提供协助。好，谢谢。我要呼吁一下，谢谢。在对立这件事嘛，因为好像对，我刚才也已经讲了哦，这个选举已经结束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政局归于稳定，那么社会呢可以把选举时候的冲突对立能够放下哈，那这是一个大家要团结和谐的时候了哈，那我也要呼吁或许在有些家庭里面，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看法哈。那其实大家都是家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啊。那家庭的和谐，国家的团结，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的。好，谢谢大家。在两岸关系上，除了8个字，有具体的做法吗？在两岸关系上，除了您提出的8个字，有具体的计划吗？我们在选后，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对于两个关系的期待的表达了哈。那我们也持续的会来了解对岸的想法哈。那我也希望就是说中共方面对于这一次的选举，台湾人民所表达的这种意见跟意志啊，能够深入的了解，并且对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政策，那么也能够进行检讨。谢谢。希望有蔡